然后竟然显示说有两场即时串流直播哎，你看这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，变成2场直播呢？你看，这个是用 OBS Studio 这个荧幕哦，笔记型电脑荧幕就可以直播哦。那要选那个，你看选那个显示器截取的，第一项要显示器截取。你看这个来源，第一项显示器截取。它如果要网络的频道播放清单影片播放，要用显示器浏览器，要在下面这个加号这边按下去，出现10几个项目嘛，去选那个点选浏览器。按着浏览器，如果这个可以点按，然后上下移动位置排位置，最好第一项是显示器截取，然后就不必给他什么网址啊，什么金钥啊，不必给他金钥匙就可以直播了。但是声音是从这个播放手机的影片的声音哦，它会截取到那个声音。那画面就是可能是这个工作室的操作界面的画面，它声音是读经的声音。刚开始要有按右边的控制项啊，启动虚拟相机，然后点按开始串流，然后出现一个网页，要做管理直播了，要给它标题了，要点选活，这不是为儿童打造的影片。网页要移动到下面哦，按进行直播，要点按下去进行直播，那个按钮要点按下去，然后到自己的，你看到自己的频道首页，你看就会出现有直播，你看，那这个要按下去，看看它的有没有声音。要网络也要够快，才会顺的。如果网络太慢的话，声音有的会漏掉。就是这样啊，这是第一场直播。